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条，为着要闪警察弄到游览车，嫌犯脱走失败受抓。台中的警方临检一台可疑的轿车，这个驾驶找到空棚，油门吹咧，车驶咧走，因为修过行公路，启动到一台游览车，车顶一男一女马上落车，走入去巷仔底。 查某的走较慢，去互警察捉到。啊，这查甫的是秘入去草埔，摕迄个铁片来做暗号。结果有袂少热心的民众斗协助，顺利甲人抓起来。原来因的车顶有藏毒品。先生，下来下吧。警方将这台白色轿车砸落来要检查，这个赛车查甫人想要逃走。 轿车弄到游览车了，停落来，车顶一个查甫落车，走入去巷仔底，原警赶紧上。他在那个院子里面，院子里面。上。查甫走较慢，当场被人抓到，这个查甫秘入草埔内，用这铁片砍的，赶快互人抓出来。出来了啦，不用躲了，来，快！来，脚伸直，不要动。很痛啊！警方咧抓嫌犯，民众伫咧看闹热，同时这个查甫人秘入草埔底，赶紧甲警察报。 有啊，就汽车逃逸啊，就车子停下来，然后几秒钟过后，警察就追上来了啦。大概追了100-200公尺，其中这个男性犯嫌他是躲在巷弄的草丛内，他还用一个铁皮把自己遮盖起来。那还好说民众有一路的指引，那我们远警也锲而不舍的追缉。警方伫轿车内底有敲到含有烟加安非他命以及毒品的条例移送，警民合作做伙抓歹人，民众伫面前顶面真恶劣警察的表现。